要怎么拼？老师正在上字音字形课，这是潜龙国小除了平常的课语课程外衍生出来的教学类型。字音字形教学让孩子可以透过拼音更加了解课语，透过文字，然后透过这个拼音，让他们一看就懂得怎么念，这样子我们的文化呢，自然就可以传承下去。小朋友，老师刚刚讲的有糖什么？糖色类。还有让孩子学得比较快的方法，就是由学长姐来教孩子。高年级的陈天红利用课余时间协助学弟妹加强练习。为了当好称职的小老师，他必须更加努力。他的音标是 M U G， 会在周末早上空闲的时间练习一下，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有精神。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因为第一次上这种字音字形课，用一些很有趣的方式来带动我们的那个感觉吧。透过分组讨论，学课语也能很有趣。你看，它有3个英文，它看你写的就只有2个。不一定有3个，有2个的。到底要怎么写？我以为木竹是那个 N O 立4声，结果答案是 N U G 4声，就是天发变成天花，很好笑。刚开始有时候注音全部拼起来也是变成很奇怪的音，跟他们现在的情况有点像。混龄教学，大小孩子都能有所成长，在融洽的气氛中，也为孩子的课语能力打下扎实基础。上课喽！有糖什么？有糖什么？有糖什么？